1971年之前，位於油麻地嘅政府船牌只有小型空地同船牌，為約200艘小型政府船隻提供維修服務。直到1971年廣東道政府船澳落成後，維修政府船隻數目由200艘遞增至530艘。1995年，政府船澳正式遷移至昂船洲，由海事處政府船隊科管理，主要負責政府船隻嘅設計、採購、維修、運作同船澳嘅支援工作。現時政府船隊有超過1000艘船隻，隸屬14個不同政府部門。政府船澳坐落喺昂船洲，佔地9.8公頃，另有面積達8.3公頃嘅船池，供船隻繫泊之用。船澳內設有10個固定有蓋收船棚、4個移動式有蓋收船棚、30個露天收船位、22個碼頭泊位、32座大小建築以及船用燃料油庫。船澳又設有一座船隻升降系統同3部吊船機，能夠將重達750公噸嘅船隻移上岸上收船棚。為方便保養同維修政府船隻及船澳設備，船澳設有約4000平方米嘅物料倉，存放所需設備同零件。政府新建船舶組喺收到其他政府部門嘅委託購買新船或換船嘅要求後，會根據有關項目嘅價值進行公開招標，或直接邀請符合要求嘅船廠或供應商報價。中央投標委員會、政府物流處投標委員會或海事處投標委員會會因應項目嘅價值，負責考慮政府新建船舶組嘅建議以及批出合約。維修及支援組負責統籌及監督政府船隊嘅維修保養工作。政府船隻維修保養工作可大致分為預防性保養服務及緊急維修服務。大部分維修保養工作都喺政府船澳內由認可嘅外判承辦商進行，而維修及支援組就負責合約管理、監督維修進度同埋質量，為維修船隻提供吊船服務，以及維修保養政府船澳嘅設備。維修及支援組亦會因應船隻大小同埋維修保養工作嘅內容，安排使用船隻升降系統或者吊船機，將船隻移到合適嘅有蓋收船棚或者露天收船區進行維修保養。政府船澳設有多個維修工場同設施，包括電機工場、螺旋槳工場、木工工場、輪機工場、橡皮艇工場、馬力測試室以及舷外機測試設施。有需要嘅時候，可以將部件由船上拆卸，運送到相關維修工場或設施作進一步檢查同埋維修。船隊行動組負責管理300多名船員嘅日常調配，為7個政府部門操作共50艘政府船隻，並以外判合約模式租賃小輪船隻，以配合各部門日常嘅海上運輸服務需要。船隊行動組亦負責管理政府船澳嘅船池，包括監察同指引船隻進出船池，並為船隻安排繫泊位。另外，船隊行動組會支援政府船隻嘅維修保養工作，包括報告船隻嘅異常狀況，協助維修及支援組將船隻由船池移至有蓋收船棚或露天收船區進行維修，以及喺維修後將船隻移返船池。